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爱同大家讲乜嘢喏？今日爱同大家讲土地的事情。一下大家全部就当从事呀食物安全的问题啊，故所大家就想要讲，一下家庭少诶，人口少诶，你就做得适合安全的东西啊，比如讲适合有机的农作物，是对你身体健康好嘅也着食的东西。故所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收集好啲你台中董事有只蔬菜，佢也着算係當早就開始來種呀有機哦，所以對家爸爸都也哈兩兄弟開始來經營呀，用有機嘅方式來經營呀隻農場。好，也哈先來看一看佢也着嘅樣片。我的名是吴基训，我是台中东市人。我目前是阿公介对板类东市龙的总监，我是对细汉时就带东市龙吼带到2万。大家从尾讲个东市迄个水果的故乡啦，其实吼，个东市的产业吼，对个稻手还有个做变性饮料的吼，同个种个樟脑啊、香蕉吼，同个柑啊，还有个梨，因两个人啊，不管是怎啊都改变。尤其是都经过个9年议事都台铁通，同个台湾加入个 WTO 以后，对因东市龙的影响真大。所以，我爸爸都在民国81年的时候，都搬种个无下药的青菜啦。以前去了社会上吼，是为了保护沿用的人啊，因他们为了生活，因都会种出去。因他们做农吼是一种专业啦，因为真勇敢哦，去试真多东西啦，不管是怎啊都做改变。一定会寻到新的出路。好，刚刚看到的样片啊，有看到冇？讲的你的山上东西，还有讲的呀只有机的农场，呀就是今日爱收嘅呀两兄弟，佢两啥农场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佢两啥，先来分享哥哥，欢迎吴居元分享。大家好，我叫吴居元，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农场的工作。谢谢大家。好，分享哥哥好，撒下来哦。嘿，你后上诶，欢迎弟弟分享。大家好，我是吴居训。今天要来这边现场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农夫的生活哈。我们刚才就会有看到那个飞跃客庄的影片，有没有看到戴着斗笠很可爱，跟大家挥挥手的？对，就是我哈。对，就是吉良兄弟，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了。刚刚我们在影片有看到哈，在民国82年开始，爸爸就开始种有机了。这就表示讲，在民国81年以前。是阿公就开始种柑橘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是用惯行农法在做的。对，那其实阿公那时候种植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最多人种植的作物大概是什么？东市其实主要那时候还是以柑橘为主。
就是柑橘。对，所以家里就种用惯行农法的方式来种亚的柑妹。对，那为什么到爸爸这个时候他会决定说要开始？就是你知道，其实民国82年开始来种有机，算它应该算蛮早的一个时期，对不对？民国82年种有机，当时爸爸开始种有机的时候，附近的这些邻居啊，亚的邻舍有开始种有机吗？没有吧？没有，所以其实爸爸算是很早就开始种的。其实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其实有看到，其实我们那些就是老农，其实，在晚年啊，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其实就是身体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好，然后我爸爸其实心里面就暗暗决定说，他可不可以不要用农药？在民国82年就做了这个决定，之前就想要有这个想法，对，问题是卡在说，其实那些橘子树都是我阿公一辈子的心血，你不可能就是你不可能把老人家的那些果树都砍掉。对，问题是就是刚好有一个契机啦，就是说，82年前后，我阿公去世了，又卡在说那时候其实橘子树其实那时候有流行一种黄龙病，其实那个可以说是橘子树的绝症啊。感染黄龙病的橘子会有什么样子？就是你整棵会死掉啊，就是有绝症，其实就是说可能救不回来了。问题是说它也是有比例的啊，不会说我整片都死掉。其实少部分确定不行了，我砍掉，我可以重种啊。可能1年2年之后我一样可以收成啊。对。然后刚好我爸爸遇到这个契机，我阿公过世了，他就是比较可以放手去做，他也真的不想喷农药这样子。那时候就是毅然决然把橘子树都砍掉，然后就是刚好搭上政府的顺风车，政府要推有机农业，刚好就是转做有机这部分。哇，所以转做有机在董事鸦片土地亚达北这个地方算是很早的了。就是算是初期的啊，就是第一批的开始转做有机，是政府补助的就开始，而且唐贡吉亚的哦，还有得到一种很特别的有机认证，叫做 MOA 的有机认证。这个 MOA 的有机认证，它认证的项目有哪一些？主要就是最重要的土壤嘛，水源，那些都要检测，然后再就是你的耕作方式，他会就是跟你讲说，你要照规定来，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用的，不行用的，然后到后续的，你要出货的时候，包装的部分，包装，对，就是包装你要有一些标签，哦，上面要标示，就是要确定说，我们真的是有机的产品这样子，那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保障。特别有通过这个 MOA 的有机认证，其实也哈唔係动的农场有亚种的有机认证，因为它其实检查的东西有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它检验的项目有比较多，那可能是因为有机经营都辛苦了，还要再拿到这个 MOA 有机认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韩国啊，其实也的用按呢友善态资源、有机的方式，种了非常多的抢菜购置，大概有哪一些作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基本上我们就是按节气去走，然后就是可以种的我们尽量种，所以一般市面上就是比较常见的青菜、蔬果我们都会去种这样子。对，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蔬果，比如说青菜的话，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跟大家介绍现在这个季节你们种的有哪些？现在的话，大部分就是十字花科，就是十字花科。十字花科有哪一些？就是主要就是青江菜啊、油菜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白菜也是，白菜就算大种啊。白菜其实也有分很多种啊，奶油白菜啊，切叶白菜啊，然后小白菜其实品种就很多了。然后还有其实现在菠菜也还有，菠菜也有。再来就是可能就瓜果类的，小黄瓜也开始了。哦，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有小黄瓜了。然后玉米，这些大部分其实都有在种这样子。而且我刚看那个刚刚 Andy Condo 那个飞跃客庄的样片度烘啊，除了有按呢种到奶当烘的以外，其实你们还有温室，对不对？对，那建立温室，为什么当初也会想要建立温室呢？其实我们就是尽量想说，我
们种植的蔬菜可以接触自然的阳光、空气、水这样子。问题是渐渐的，就是这几年其实台风的危害太严重了。哦，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有搭一些温室来就是种叶菜。对。问题是我们温室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单纯不是密封式的。哦，什么叫不是密封式的？就是单纯就是我们上面有一层塑胶薄膜。嘿。哦，然后就是遮挡比较强烈的雨水。哦。然后不够顺风。两边的话就是都是空荡荡的，没有特别围什么防虫网。对，这跟我一般看到的温室嘛该共用哦，因为大部分既然做的温室了，你就会想把这些外面的变音尽量的隔绝开来。但是相反的，也的枪黑阻挡一部分的可能太强烈的阳光、太强的意，就用一些很基本的方式让这些植物尽量的回归自然，很特别哈。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过来谈亚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我要同大家来说嘅你台中东市吼，讲太普卡，其中乡体家就会有机农场哦。刚刚头前啊，有讲到家的有机农场的故事，韩国家的全部就会用有机的方法来种亚的农作物。撒下来啊，就会来抢我们的资讯，来同大家来分享吼。既然你是东西，而是对食的东西，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吃到对食的东西呢？身为马该季节、马该时节，而是马该农作物抢起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我手上有一个表，可以请你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到底要怎么吃才对食？基本上就是看我们冬季、夏季嘛，我们基本上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因为春天跟秋季的话，温度的影响比较没有这么大，这样子。对，那这样基本上像我们夏天的话，叶菜类就是说，我们的地瓜叶、空心菜，这两个就是最具代表性，还有苋菜嘛。对，苋菜也分2、3种这样子啊。然后再来就是按我们冬季的话就不一样啊，冬季就以菠菜为主嘛。菠菜比较多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十字花科高丽菜。十字花科就是冬天的。对，大白菜这种东西就是冬天才能种得起来，平地啦，因为我们是丘陵地嘛。对，那像瓜果作物的话，区分也蛮明显。像我们就是夏季的话，可能就是黄秋葵、丝瓜、茄子。瓜果类的，对，夏天对，然后可是像我们到那个冬季的话，我们就会转做就是胡萝卜，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马铃薯啊，菜头啊，这类的，就是其实它的区隔蛮明显的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种？因为我们就是种有机的东西，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喷一些化学的一些资材去帮助它生长，所以会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借助天时的力量，有没有？让它就是比较好生长，不然说真的，像我们有在冬季有没有种过？像我们就是在10月或11月的时候，这个交杂的季节，我们去种过菠菜跟空心菜，就是忽冷忽热，有点像3月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这样就会变成就是说。一下冷一下热，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喜欢热，一个喜欢冷，这样子就会变成就是说种一样的时间，可是我的收成可能只有它的可能只有6成还是7成这样子，对，就差在这边。所以其实呢，做嘛个 N2是对时的东西，就是因为亚掉差不多的本地对的时节、对的气候。对的时间种的话，它就会长得很好。对，我们就可以吃人为影响因素最少的这些健康的作物，对不对？这样说起来的话，所以尽量是推荐大家尽量对食的东西哦。那你们有一个产品叫做蔬果箱还是蔬菜箱，对不对？对。蔬菜箱里面听说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我们的蔬菜箱的话，其实这套系统是从我爸爸那时候开始就留下来的。爸爸就开始了。对，因为那时候做有机的人比较少，所以会变成就是说，比如说像你有要跟我们订菜的话，那我们会送到你们家去。尽量啦，在台中市的话啦，安外县市就宅配啦，不太可能台北还开车过来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就变成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希望客户说拿到我们的青菜，就像这样子，就不要说，我们只有1样菜，你要吃个4、5把这样子。那么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就农场的取向现在就是之前开始就是定位，就是说，我们农场一次就种7、8种作物。
那就是尽量就是说，像我们的叶菜之类的，对，就是可能就配个5到7种给你这样子，可能有一种会重复就2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季节嘛，像我们就是现在冬季作物还有，像我们这个就青花笋嘛。青花笋，其实这个在市场是很少买得到的耶。对，它虽然跟青花菜是兄弟啊，不过就是它的单价比较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花椰菜长出来之后掺的笋。是吗？是这样吗？它有另外一个品种，就叫青花笋。对，是这样。当然，你之前买的青花菜，它也有那个它采完之后，它也有菜笋这样，就像高丽菜芽，那道理是一样的。好，我们就会尽量就是说，配的稍微丰富一点啊。对。然后就是让客户拿到，就是说，我这样子。就是我想吃什么，就大家都可以吃到，不用说我吃一种菜，这样因为大家都会吃腻啊。那我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人挑食？会有人挑食，像一般像那种什么苋菜啦，对，憨菜，还有就是夏季的那种皇宫菜，有没有？皇宫菜，还有那个什么青椒之类的，青椒，就是大家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他们就不太敢吃。但是我们就会尽量鼓励他说，因为你每种作物存在一定就是它的意义，有没有？所以就说你尽量不要挑食去试看看这样子。有点像妈妈跟老师的概念。老师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销售方便啊。没有啦，但是本来就是啊，你做的本太家是都含卡都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机种出来，全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对。而且这个马铃薯好可爱哦，它跟我们外面看到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耶。其实就是就是用我们这种农耕方式的话，有没有？就是都是会受到一些季节的影响啊，还有一些病害嘛。那像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就是那时候，就是马铃薯有得到一些病这样子，就它没有办法长得很完全，所以就是我们在趁它小的时候就采收。对，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继续长大了。可是虽然是这样子讲，有没有？它虽然是小颗的，有没有？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是跟外面比的。可是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种的话，客户接受度还蛮高的。你吃到按的东后为什么？因为也得嘿有机农法种出来的也得马铃薯啊。我觉得像比如说我喜欢煮咖喱。对，我像这种有机种植的，我就不会想要削皮，没错，我就把它洗干净，那我可能对切，我就可以丢进锅里了。对，有一些人甚至更懒，就是直接洗放电锅，有没有？就是当零食在吃，真的，我们有那种更小颗，大概这么小一颗，有没有？对，就直接当零食在吃这样的，那也有这样子啊。后来发现，就其实对。就是大家的需求都很不一样，这样子，我们要自己去寻找这样子。是会恐天，只要吃的对我们身体健康，通通都可以啦，对不对？那接下来看来这红亚比呀，这个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点害怕。你知道红萝卜，其实阿 Q 们矮也不是非常的敢吃，但是我不能当健身的坏宝宝，我要当什么都吃的好宝宝。红萝卜汁我比较害怕的是有一种懂体片的米稀，是外面很大部分都会有的，红萝卜都会有。那我今天就是很勇敢的要来喝一下红萝卜汁。同各位观众朋友讲，哪知道小农种的红萝卜就是有一个优点。小农种的红萝卜都不会有那个我不喜欢的味道。俺妈妈没有种那个红萝卜，但是俺妈妈种的红萝卜我就敢吃啊。你们有发现这件事吗？就是有时候可能惯行农法种出来的红萝卜，它的那个令人害怕的味道为它冲一些嘞。因为说真的啦，我们家有自己种，我们就自己吃了，完全没办法做对照。唯一有机会在外面吃到红萝卜的话，都是人家就是入料的，有没有？已经就是味道就是只是。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咖喱啊，就吃到都是咖喱味这样子，就比较少会吃到它的原本的风味这样子。对。那你可能有时候找机会去吃一下外面的，你就会知道惯行农法种出来的。我觉得那个红萝卜的那个腥味会很重，所以其实就做在同台分享讲啊，其实你设计的农作物尽量是你接近我们大自然，用最自然的方式来照顾它。那生来其他就会用的吃盐的方式来照顾它，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 BD 农法。其实 BD 农法它牵涉到的层面非常多、非常广，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 BD 农法的重点在哪里吗？基本上来说，我们是去年的时候才刚开始接触到这套农法，然后它是由欧洲传到澳洲，然后我们是跟澳洲去那边取经的马来西亚的老师学习的。所以你们还去了澳洲？没有，我们去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因为气候比较相近这样子。对，好。
那基本上 BD 农法对我来说啦，我就以我的见解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就是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怎么说？因为它就是比较倾向，就是说我们去栽种植物性的绿肥。所谓的绿肥是什么？比如说玉米啊，油菜花啊，小麦啊，还是说很多像什么田金啊，什么太阳麻这类的，还是红豆、绿豆、黄豆，豆科全部都可以。为了增加土壤里面的，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在吃的很多，因为我们是小农啦，而我爸爸那个年代开始就开始种嘛，所以我们会自己去定位，就是说我们想要走怎样的方式。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偶尔也会跟外面买有机肥料啊。对，那个是政府认证，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那我们会变成就，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外面买肥料来到我们的土地里面去？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去栽培我们的作物这样子？对。然后就会变成就是说，我们就是觉得说，它这个栽种绿肥的方式一样可以维持土壤的地力，也可以让植物长得很漂亮。然后它也可以就是让土壤暂时性的休息，强迫休耕。因为我种绿肥，我就不能种蔬菜的嘛。对，比如说我这一期种高丽菜的话，我就是种的好，比如说我收了400-500公斤，那是不是我就相对的是从土地里面抽出大量的养分走这样子？没错。那正常照我们这种小农来说的话，我们一定会是一直种，不让它休息这样子。对，那会变成就是说种绿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强迫它休息这样子。对，就是让它恢复一下土壤的地力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说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是利用自然的方式去强化我们的土壤嘛，因为就像人嘛，你吃得好的话，你有休息，你自然就健健康康的啦。土壤也一样嘛，我们都是用人的方式去思考，植物要的是什么这样子，所以会变成就是，如果你的土壤健康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我种出来的作物至少可能有比较高的比例是可以维持它的就是那个强韧度这样子。对，它有抵抗力了，应该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种有机的话，虫害很多。没错，因为没有办法喷药。对，那当然就是有很多有机之材是可以去防治的。我们就是用防治去形容，我们不会用说去杀那些虫这样子。可是所谓的防治的话，就是变成就是说你喷下去的话，可能要1个礼拜之后才能见效。那往往就是美虎啊，有没有？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去看我们学习这套的农法的话，主要就是说它比较倾向就是说我就是种，我就是也给你吃，你吃得了就给你吃这样子。对，这样子的话就比较 OK。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觉得说，那这样的话还蛮就是反正蛮符合我们思考逻辑的。对，就是变成就我种菜出来，我也给你吃嘛。对，你吃得了多少算多少啊。对，可是重点是你要长得大这样子啊。那所以就是变成就是说土壤地力要够强健这样子。不然就是说正常，如果你地力不是很够的话，土壤比较不要说贫瘠啦，就是比较不 OK 的话，可能酸化了。对，那往往就是会变成说菜还没长大的时候，就真的就是直接被虫 KO 这样子。对，因为可能啊，你看要的哪些养分啦，要的测不它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就像我们人如果抵抗力变弱就会生病一样。鼓手啊，他们感觉是用就是治本的方式，不要奶耶凭着变厚，鼓手要的测不吃研究上都懂空天，那这些虫害可能就会因为植物的比较健康，所以口味就老给感受一些嘞。好，先来休息一下，等下再过来谈其他的故事。木屋嘅农场有一甲人安法，真好嘅条件係，伊能拄好喺一隻細山坳當中，富權田區位嘅農藥都唔會跑過去。74年次嘅基訓喺中正大學沙峰內畢業，雖然韓細路感覺阿爸嘅有機農場做啊唔會難，唔過伊無想愛按做歸家鄉，本但想講有成就嘅退休嘅人多轉去。畢業之後也有去旅行社工作過，因為我的專長是日文，對，然後就是也有去很多地方工作過啦，然後後來就是決定就嚟無卡做些的時候，我都有同我爸爸跟總我講啊，我就能量，絕對不會造成家裡的負擔，這樣子啊。想要歸家鄉係免改之內人家聽嘅，唔係像老輩嘅頭路唔好，是係感覺生活睇冇變化嘅。有睇少講，太以兩歲嘅阿哥幾人13年做啊按辛苦，到假日大學農業內嘅阿哥，即係做路規劃好嘅農場生活嘅。比如講，農場地圖有一條350年嘅老番算樹，既然係有機環境，又會等相對嘅高，錯嘅是唔得比山下太高，做阿哥嘅如果囤蔬菜，盡做有限務咯。
在读书的时候有一种想法，觉得这种生活不错啊，可能看爸爸妈妈生活不错，好像其实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读书毕业之后找工作，可能又觉得这种的工作其实比较没有压力，我认真做我们就有收获这样子。细汉时天秀啦，都讲天秀啦，帮忙啦，所以其实你不用去思考说你要干嘛，就爸爸说要干嘛你就干嘛就对了，可是现在不一样啊，你现在的话也算是一个恭敬给小老板呐，按小老板的话，你就是变成就是说你要去处理很多事情，像出货，然后客诉嘛，虽然是说在做规律的事情，可是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群妹。家下 LED 样片度方啊，就會看到佢然後佢炫佢亮兄弟吼，啲嘅做些時節係個佢阿哋嘅心情哦。假使吼各位觀眾朋友，想要去親佢阿哋了，係做得咧哦。其實現在農場裡面也有開放這個農事體驗的方面的活動，對不對？對。可以做哪一些的體驗？应该是这样讲啦。在我回家做农大概2年啦，然后就是因为刚回家的时候就在规划，就是说，我想要做这一块，因为其实我们那边的环境，我们自己有评估过，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对，然后刚好就是前2年就是累积了一些经验这样子比如说像第一银行他们，还是上银科技他们甚至说台积电他们就是企业的对，就是他们就是有那种大团来我们这边，就是说体验这样子，然后请我们规划说我们可以干嘛对，然后就是变成就是说之前累积的一些经验然后就是到今年开始我们就正式的开始就是说刚好就是说我们农地都有在整理这样子，对，环境都有在做一个整理，然后我们就今年开始就是说，我们先从拔胡萝卜开始，做一些规划，这样就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因为我们有网站嘛，就本身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在办活动，对，那就变成就是说你来，我就做一个田园导览，然后再就是让你去拔萝卜，对，现在是这样，甚至就是像有菜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他去拔菜头，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我们也是让大家品尝一下，像刚刚那个阿 Kim 淋也盖胡萝卜汁，那个胡萝卜丝也是大家吃嘛，甚至说像一些菜头，我们是现场直接做一个简单的料理比如说味噌菜头电锅就直接放那边，哇，就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吃东西的话很简单，而且吃有机的话最好是什么，就不用削皮。你就是直接切直接放，甚至是说像有些菜头下雨会坑坑巴巴的，我就直接切给他们吃，说你吃看看，这个直接吃，对，就是生吃也可以，因为就跟他讲说，你就是吃一下沙西米的话，你为什么要放白萝卜丝在那边？因为要消毒，是为什么？因为会辣，你就自己吃看看。辛辣的那个味道，对，然后让他吃完之后再放一些味噌去电锅里面焖。再带个导览，再让他们回来吃这样子。所以其实可以自己亲自下田去体验的绑萝卜类相关的一些农事体验，韩国韩州的吃到自己拔的萝卜、自己拔的农作物、自己采的农作物，对不对？对。而且其实要跟这个农场还跟你们家爸爸妈妈开的餐厅来做结合。对。所以是里面爸爸妈妈的餐厅都是你们自己种的菜。应该是说我们的餐厅叫慈惠乡酒庄它是9·11大地震的时候一个政府的一个酒庄计划之一。只是说它有那个复合式的餐厅。对，古手油醇汤阿 Q 妹就有东西好吃啦。今天也特别带的东西给我吃，这个是什么？非常晶莹剔透的这个东西，它这个叫那个腌制的酱冬瓜。酱冬瓜，古手给迄卤的冬瓜。蛮蛮低的。应该是腌制的啦，它吃起来会有点酒味，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常都是用米酒去入味这样子。它有那个有点豆腐乳的味道，对，好香哦！它不会死咸呢，不会细汗。然后接下来也是另外一个冬瓜产品，待会再来问他们说，怎么该给母婴按豆冬瓜？这个是冬瓜茶专泡的冬瓜茶。里面有黑糖的味道那个时候我们有评估过，就是可能加个黑糖会不错样子。好好喝哦，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都是冬瓜吗？因为去年种太多冬瓜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销不完的有一定的比例，我们就拿去做一些加工。就是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一些老客户这样子。对，古手唔看哦，总体都没冇相关，因为这些都是好的东西，这些都不能浪费。古手拿来之后呀，酱冬瓜，还有冬瓜茶砖，对不对？对，这么多的产品，古手也的水眼中咚咚冇 Q 用你看抢菜中按豆种。
那我想很多的中有些小农家的都会读到一张问题，就是通路方面的问题。其实通路的方面的问题啊，不是小农而已啦，是每一家有在每一个应该是说公司啦，公司都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小农更艰难。对，因为小农的话，你量不够多嘛，农产品又有即时性，你没办法放。对，就会变成就是说如何去让自己的产品去被大家知道认同。好，那以我们的例子来说的话，我们就是第一个嘛，网站一定要做嘛，对，勤于更新，让大家知道说你还活着，你还有在做，一直有消息放出去，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好好的，就是我们比较有效仿日本的不要说效仿，就是比较有去学习就精致农业嘛，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做导览嘛，那当然就是环境的部分，我们也是很认真在维护这样子，对，然后去规划，就是说，要怎么去做一些体验这样子，就变成就是说，因为像我们现在其实因为现在太多地方可以买到有机产品了，那我们就是反而我们就是逆向思考，就是说，既然这样子的话，不如让客人直接来我们这边看我们在干嘛这样子，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他就是我们的潜在客户这样子，对，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经营的方式。鼓手啊，假使观众朋友看到今年福喜来，对你们的农场非常有兴趣，他们应该可以怎么样的搜寻到你们呢？不管是像是这个农事体验啊，也还讲其他的相关涉到也的有机的农作物。我们就是有我们的自己的网站啊，就上网搜寻小瓢虫有机农场就可以找到了。里面的资讯应有尽有的。不过最近夏季的那个体验的话，我们是定在5月底才会开始，因为最近因为环境整理嘛，所以就是种菜的时间有点推迟的样子。但是会让大家有更棒的环境，本大家去体验。鼓手啊，有看到冇？质量兄弟非常的认真，跟他的样片图后面有看到质量啥的故事，转到不卡同乡上，但是转到不卡转到家乡，转到台中东市来经营安尼有机农场，虽然都辛苦，不过其他都没有，你看闯出一片天的感觉，也非常的棒。鼓手什么量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你们，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要记得咯，假使对其他的农场、对其他的农作物有兴趣，记得上面去寻其他的哦。希望大家的收看休息一下，听听圆通欣赏来做圆通。